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来，我们插入品牌金钥，掌声鼓励。旗湖观光旅游局伫整下学术界、产业界甲在地温泉组织等资源以后，嘛成功推动温泉产品品牌商标授权，相互伫市场竞争之下正式上市。表民众看到瓜拉岭不只是泡汤，而且当将温泉再利用，提升产品多样化的附加价值。我们是结合台南市各界啊，包括我们嘉南药理科技大学啊，包括温泉研究所。包括西拉雅国家公园啊，包括地方的这个区公所啊，甚至于业界，包括旅馆业界，包括民宿业界，包括各个产业界，大家一起来合作，让我们的关子岭温泉不仅仅停留在泡汤，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效益啊，这个疗效养生的产品出来，文化创意产品出来啊，那每一个都是价值。每一个都是价值，变成就是说，它从一个点到一个面的这个价值都能够呈现出来。目前配合开发的四间业者，已经有化妆品系列加文创等12项商品。如果上市以后，会当增加2500万的市场产值，加速温泉产业的转型。同时，记者会后马上会办理产品体验的抽奖，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上台南观光 FB 来查询。电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电市目前有引控甲城西两座焚化炉，不过伫政府鼓励企业回乡投资的政策之下，两座焚化炉恐惊无法度应付愈来愈侪的焚烧量，而无可能正式焚化炉以及城西焚化炉使用年限只到1809年的状况之下，议员林义正建议向中央争取焚化炉更新，甲 MI 场活化经费。我们的那个城西焚化厂109年就要届龄了嘛，那所以我觉得正本清源应该是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你说要重觅新的掩埋场或者盖新的焚化厂，我看都是都不可能啦哈。现在的这个人民意识那么高涨的话，所以我觉得应该要积极的向中央政府去争取焚化炉更新跟掩埋场活化。台南市政府环保局现在也在规划更新的这个动作啊。那你更新的时候，当然垃圾就不能进去了。所以垃圾我就必须要有一个掩埋场来暂置，等到我更新完了，我再来回烧。所以刚刚议员讲的非常的正确了哈，我们要活化，我们一定要如果在这个情形没有办法盖新的掩埋场的前提之下，我们要应变。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化，就诚如议员讲。那现在环保署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我们已经向中央提出，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补助我们。这个就容许我争取，努力的去争取了。另外，议员指出，现在环保局清洁队出现各区队能力欠缺、却无递补的现象，不但造成清洁队员也不增加，而且也让真侪伫104年考取清洁队临时人员的民众一直无法度递补。既然有缺，我们就要想办法赶快去补，就如同您刚说的临时人员补队员，然后我们现在录取扛沙包这些再来禁用成为临时人员，我觉得就不要苦了基层的现场的这些清洁队员，也折磨了这些已经录取了等待禁用的人。环保局回应，伫104年总共录取302人，禁用172位，有130位搁咧等待递补。未来伫清洁队员退休以后，将会赶紧完成递补的作业。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这个也是环保署在。
议员王景德表示，有一寡市地中围区杂草花甲贵死嘅，再加上天高的好花期又搁要来临，应该爱赶紧清除。因此，针对这部分，即巡地政局伫市地中委会成立以后，到底土地管理的责任是属于什么人？阵因要参加这个中会，已经有签同意书啊，同意土地交予中委会来处理。哦，啊，即马顶悬发草啊。俺搁甲开罚单，迄个原有土地所有权人，搁甲开罚单，啊，所以因认为会感觉足无公平啦吼。啊，一照样要请教就是讲，中委会成立了，这土地当然所有权是个地主的无毋对，但是管理权利是啥物人的？从从化会成立之后，发生了这些到土地完成分配点交这一段期间哈。从化会都应该对这一片土地有完全的责任哦，公办的从化也是一样啦哈。另外，议员关心大港文化中心的建设进度，对此文化局表示，目前已经进入地基开发的阶段，而且伫每礼拜也拢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东区铁路地下化建设一直是出现正反两面的声音。议员詹培雅认为，袂当因为这部分人的反对，就来停止推动。尤其伫滨高岛发生的交通事故佫袂少，为着交通的利便甲安全，市长赖清德应该爱有决心，伫任期来动工。我想，身为台南市民哦，嘛希望寄望讲这铁路地下化，希望。一定爱完成，而且在你的任期里面哦，你在2018年跟我一样，12月24我们都会卸任，你会卸任。我希望讲这个为重大建设内底，台南市民的30年的寄托，能够在你的积极性里面，新的政府里面呢，会当伫你的任期内看到伊动工，做你的跳板啦，做你的实际啦，这是台南市民寄望的。詹议员，我甲你报告吼，这几年2、3年来吼，我嘛承担真济吧，包括抹污、攻击吼，这我拢了解。甚至我等去阮兜咧，哦，结果嘛无理性去阮兜压银纸。这点报纸都有报。这个我都承受了，啊，因为我做市长。没有市长，那个是少数人的反对啦，那个是少数人的反对啦。我意思是讲吼，控金也好啦。抹污也罢，啊，我有这个决心，这是难免的啦。我有这个决心去推动这个重大政策。而对着南台南站副都心区段征收案，议员希望会当看到适当的规划，要求伫后一个会议进前会当有初步的规划拿度。市长，针对了这个文教用地15公顷这地，你讲安内时为规划，希望市民能够。共同跟市府来做一个规划的话，我想如果在宜东区这个文教用地的话，哈，应该发挥伊的功能啦，应该不要浪费这个。伊是迄个，足重要的基地呢。好，所以说市长这一块的时候，你既然现在说你说出这还未规划，要市民跟市府来共同想这个规划案的时阵哦。我想市府的团队市长，你是有智慧的市长，应该在一个区块里面好好的规划。对此，市长回应，目前正在征求计划的阶段，需要甲台南市民以及议会共同进行讨论，找出理想的建设规划，也希望伫下任进前会当有明确的方向。台南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看表演，听
将艺术送入偏乡的列车持续启动。这届来到龙岗国小，甲一个小朋友分享音乐的美妙，由 Tuesday Band 乐团以专业的技术演奏萨克斯风，增加学生的艺术涵养。这团由热爱音乐的退休校长所成立的乐团，团长当初是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将好听的音乐遍布整个大台南。我们的乐团成立在民国100年的5月哈，那它现在已经有5个年头。那在我们的成立的宗旨，最主要是说，希望我们这个台南市是一个充满音乐的地方。那我们除了在社区的演奏，在一些表演的场所的演奏之外，我们也希望把这个音乐的种子呢，放到学校来。所以呢，我们参与了这个台南市这个105年度的校语艺术行奖哈艺术进偏乡的这个活动。那希望为偏乡的孩子呢，能够有一个在音乐上面能够种下一颗种子因为这些孩子他们很少有机会到我们的音乐厅去听演奏，那我们就把这个音乐带到这个校园，希望这个学校的小朋友都能够对艺术这个部分的一个素养能够提升，然后为他们在心中种下一个艺术的种子。龙岗国小学生除了听音乐，也用小提琴演奏了几曲，用无同风格表演，互相交流。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Tuesday Band 那个乐团到我们学校的演出，那让我们学校呢更喜欢音乐，特别我们学校有小提琴乐团，那经过萨克斯风乐团他们来交流之后，让我们小朋友呢觉得音乐的美好，他们会更喜欢。那另外音乐会非常好，就是让他们学这个音乐之后，可以让他们呢更有自信，那涵养他们的气质，那对我们学校推展品德教育非常有好的影响。谢谢 Tuesday 乐团，谢谢。艺术就由世界跑马走的校园行脚活动，深入每一个偏乡校园，也一步一步确实为后一代拍下深厚的文化涵养基础。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结合多媒体、美工甲广告设计种种设计群学生，过去拢是完全无基础，到学校以后才一步一步学习。你经过一档课程的洗礼，现在呈现伫大家眼前，拢是只2年级作品都有这款的成果。而且学生佮用设计语言来传达因对时事想法甲关心，更是相当难能可贵。我们之所以会创作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就是太自私了，就是贪婪。我们想利用这次的动画来告诉大家讲说，我们其实不要一直去滥杀那些无辜的生命。我们就是有点像是动物环保的概念去做的。那我们的动画其实就是以人类跟动物的角色互换。今天换作是我们人类变成那些无辜的小生命被杀掉的话，那我们会变成怎么样子？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借由那个专题来，它有动画来让大家看到说有一些血汗工厂的黑暗面，对啊，也有代表着现在设计师有些想象力不足，或是被公司榨干的那种情形。为了将学生用下潮流的创意设计甲满帮的热情理念，互更较侪人知影。学校伫校长王兆庆带领之下，包括民政局长陈总监、家长会甲校友会，拢组织做伙，共同来见证、分享这份展览的喜乐。4、3、2、1，社区展出成功！谢谢。校方嘛表示，因为百回展览空间过去拢是邀请艺术家的专辑来布展，这摆高级学生的作品会当首次徛上百回舞台，更是互因真大肯定。都是希望以摄氏360度的主题来吸引市民眼光。长荣中学这次摄氏360的这个展出呢，这批的学生都是由1年级从完全没有任何基础，然后进入到长荣中学，分别有多媒体设计科、广告设计科，还有美工科，然后他们这3个不同的科系，然后特质也不太一样。那这些学生们，他们在2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课程呢，就是专题制作课，特别为了这个校外展出所设立的课程。那这些孩子们呢，经由老师们的指导下，分别不一样的科系，创作不一样的作品。
360度最主要是以一个圆的角度，而且是一个圆的角度，希望我们能够从无死角去观看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于每一个议题。而且呢，孩子们觉得摄氏360度是高于常人的体温，希望能够对他们对于设计的热情跟创作，能够用这样子360度的高温去做呈现。该展览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12日为止，嘛要请民众做回来感受学生的创作力。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小厝来到台南府城的台中建商，以生态平衡甲人文艺术为重，伫咧乌米地区开始建造因的第一栋建案。伫咧施工初期，边仔的围篱就用非常艺术的方式去呈现，运用色彩多变化的篷线为背景，佮加上钢材艺术蝴蝶作为作品，互平常时死板的建筑工地加了艺术的气氛。未来随着建造的过程，蝴蝶也会飞上建筑物顶头。我们看到这个蝴蝶哈，它现在是在围里，它是一个装置艺术。那将来房子越来越盖越高的时候，这个围里会在我们的建筑物的外观防尘网上面。那等建筑物盖好的时候，它会飞到我们的建筑物里面，它变成就是这个建筑物里面的一个艺术品，永久在这个建筑物里面。艺术设计者将花蕊交蝴蝶结合，呼吁大家爱重视生态平衡。在设计上面呢，我们会看到蝴蝶的造型呢，它其实除了蝴蝶外形之外，它还结合了花卉的形状，所以你可以在翅膀镂空的部分看到像是花瓣的造型，也看到像是植物经脉的这个痕迹在上面。那在另一个部分色彩上面，我们也就配合了植物，包括当时所种植的，像向日葵，然后翠如丽、茄子、辣椒，这些色彩，那我们就把它结合在这一件作品上面。将艺术融入建筑当中，未来也会展现出时间的变化，让艺术品有无同款的位置，并永久留存，成为民众会当免费欣赏的美丽景色。台南新闻网站采访报道。位于古迹文化园区，今年3月底才开幕饭店，因为定位就是诉求商务人士甲欧美国家背包客，所以如何让外地朋友来到台南，感受到古迹人文的价值，会当看见大厅将所有会当运用的墙面拢挂上画家的作品。除了要甲所有旅客分享迄份艺术人文的情感，嘛希望有回港厝的感觉。所以1楼到4楼57间客房，甲共顶级的饭店比较起来，空间有加加舒适。我们是结合在地的台南的艺术家，那我们主要是把艺文带进来，创造一个有家庭氛围的感觉。那入住饭店，然后又可以欣赏台南的艺文。那它也不只说就是一个来来去去的地方，希望就是把台南最有价值的一个古都风情，艺术人文带进来，那让各个世界的人来到台南，都能够知道说，原来台南是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当然，伫日头遮炎的天气，饭店伫中昼顿嘛，希望互人客有无同的享受，特别用手工现做的肉片来推出美式汉堡，顾人客食品安全。那因为现在食安问题很严重，所以我们特地创作了手打的汉堡肉，然后包括连酱汁的特调部分也是我们自己准备原材料回来做调制的，所以它不是现成外面买的。那希望说客人能够吃得安心，也住得安心，然后在我们这么美好的环境之下，能够享受这一切这样子。有城饼员讲，新兴的饭店甲旅馆陆续进场，拢希望行出家己的风格，赢得旅客心。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